再来看美国的司法部，昨是以为军事机密和中国的罪名起诉2个现役的海军哦，一个是22岁魏金超，另外一个是26岁赵文兴。那属因方定罪，这2个人上侪是被判20档的终身监禁，也是讲有期徒。伫美国海军两栖突击舰艾塞克斯和担任机海港负责机海维护甲营运的22岁士官魏金超，这是伫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和司法人员以泄露国防机密和中国情报人员的间谍罪名抓起来，起诉书的内容之2012年之月，魏金超伫申办加做美国公民的过程，和一个中国的情报人员介接触，用5000美金的代价出卖军舰的拿刀机海操作手册影带。相片甲军事演习的内容，给对方。另外一个共款用间谍罪名被掠26岁海军下士赵文兴，伫加州怀缅尼港海军基地服役。伊被控为2001年开始，和一个假是研究员的情报员接触，用15000块美金做代价，爱提供处伫日本沖縄美军基地雷达系统的电路图甲拿图，也有美军伫印太地区军演计划者机密。The charges demonstrate the PRC's determination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at is critical to our national defense by any means, so it could be used to their advantage. When a soldier or sailor chooses cash over country and hands over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in an ultimate act of betrayal, we have to be ready to ac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have done here. 根据了解，2人被控的罪名若成立，魏金超会面临70年到终身监禁的刑罚，赵文兴是上悬处10年有期徒刑。美国官员搁伫记者会谴责中国的间谍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莫伊表示，对美国来讲，无比中国更较大而且跨世代威胁，指出北京为实现世界唯一强权的战略计划，未停止攻击美国。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